好，我係 Brian 陳安立。Hello， 大家好，我係 Hailey 陳如希。我哋而家身處咧就係香港文化中心嘅海濱長廊，同大家一齊直擊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紅地毯盛況。嗱，同往年一樣咧，一樣係有維港做背景嘅，咁所以可以講咧係靚人襯靚景嘅喎。係啦，一陣間咧紅地毯咧，除咗有一眾嘅知名導演啦、幕後人員之外咧，亦都有一眾嘅演員華麗登場啊！係啦，咁佢哋一陣間咧就會踏上我哋呢一個身後嘅紅地毯啦，踏入去頒獎典禮嘅會場嘅。咁大家咧仲可以喺呢一度咧見到佢哋嘅華麗裝扮添嘅喎。咁我同 Hailey 咧都有重要任務嘅，我哋就會喺 ViuTV 嘅獨家訪問區啦，同一眾嘅候選人同埋嘉賓傾下偈，了解下佢哋嘅心情。咁啊，不如 Hailey 了解下你嘅心情先啦。今晚咁多嘉賓，有冇邊個特別想見到佢，特別想捉住佢傾偈咧？我真係咧好忐忑嘅心情，因為咧有幾位朋友啦都有份咧就係角逐呢一個影后嘅殊榮，所以咧真係好戥佢哋緊張。即係全部都係老 best 嚟嘅。唔係幾個。OK， 嗱 Hailey 你嘅心情咧就好忐忑啦。我呢度咧都有啲心情牌嘅，包括係心心眼啦、自信爆棚，或者係估佢唔到。一陣間咧就會俾啲嘉賓咧係揀啲心情牌去代表佢哋嘅心情㗎。係啦，嗱紅地毯盛況咧就即將要開始㗎啦，咁啊各位觀眾咧就可以喺電視機前面支持你哋心水嘅電影啦，轉頭見。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嚟臨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嘅紅地毯現場，我係強尼。Hello， 大家好，我係 Shirley 沈欣怡，非常之開心可以再一次為大家直擊紅地毯嘅盛況。嗱，我哋今年咧就有22部電影入圍呢個獎項提名嘅，17部係香港電影，而5部咧就係亞洲華語電影嚟嘅。嗱，有咁多唔同種類嘅電影，強尼問下你啊，有冇邊一種種類你特別中意嘅咧？哦，如果種類嚟講咧，動作電影啊，今年我哋都可以睇到香港嘅動作電影咧，尤其是我睇80、90年代嘅香港電影長大㗎嘛，譬如好似武剃道啊、九龍城呢啲咧，我完全 feel 到啊，動作演員嗰種實牙實齒嘅打鬥喺我哋觀眾面前呈現啊！冇錯，令到觀眾咧睇得都非常之投入啊！今年嘅電影亦都非常之多元化，同埋咧呢一個話題性㗎，因為咧我哋有呢個票房破億嘅2部電影再創佳績，而且今日都有好多新嘅面孔，可以話係可喜可賀啊！嗱，講到新面孔咧，紅地毯上面呢一組嘉賓咧，佢哋唔係新面孔啦，舊年都有人喺紅地毯同我哋合作無間㗎。冇錯，佢就係我哋大會網絡平台直播伙伴小薯茄，歡迎，佢哋緊要啦，情人夫阿 J 同埋肥蚊。佢哋會喺咧網絡平台嗰度咧，就係直擊咧嘉賓到場嘅情況俾大家觀眾睇啦。所以喺電視睇到之外咧，網絡平台上面可以睇住佢哋點樣同嘉賓咧食下嘢、傾下偈，同埋 warm up，就幫我哋一陣間傾輕鬆啲啊嘛。係啊，歡迎咁多位，你哋好。嗱，問下你哋啦，都唔係第一次參加紅地毯，今次係咪心情冇咁緊張啦已經？心情係再緊張啲㗎。點解嘅？因為咧做第2次啊嘛，想做得好過第1次啊。係冇錯，因為我哋尋日都有聽主席二生講啦，佢話都好想新媒體可以幫手咧推廣下金像獎呢個盛典。咁我哋希望第2年我哋都可以繼續做到呢個目標。哦，你2位係前輩嚟㗎啦，阿 J 第1年嚟喎。點樣預備啊？點樣預備？我就係問前輩啊，咁佢俾咗好多經驗我，咁就吸取呢啲經驗，希望陣間咧就順利地。同埋我哋呢幾晚咧都喺公司嗰度係咁 practice 啦，同埋度咗好多問題，所以我哋好有信心嘅。咁啊，準備充足啦！陣間咧，我哋就一齊拍住佢。好 ，Thank you，唔該晒小薯茄。靠你哋去喺個頭位嗰度咧，同我哋嘉賓打招呼啦。好啊，你哋可以開始你哋嘅工作啦。唔該晒你哋。好 ，thank you。辛苦晒，加油！好，我哋喺紅地毯上面已經見到咧，就係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嘅董事局成員已經預備咗咯噃。冇錯啦，歡迎我哋嘅主席爾冬陞先生、副主席林淑賢小姐、文俊先生，以及我哋嘅董事錢嘉樂先生、劉天蘭女士、師傅麥振雄先生、張繼聰先生、姜國文先生、黃寶珠小姐、唐慶之先生、黃海先生、呂麗華小姐、韋啟良先生、龔少平先生以及馬文能先生，歡迎晒咁多位董事以及我哋主席同埋副主席。我哋嘅董事局對於籌辦呢個頒獎禮絕對係勞苦功高啦。不如同主席傾下偈先啦。爾生啊，其實今年我哋嗰個香港電影業咧都算係一個幾特別嘅景象啊。
有啲戲咧我哋嘅成績非常之好。雖然產量唔算好多，算唔算係對於電影業嚟講都係一個幾鼓舞嘅一個結果咧？好難答喎呢個問題。今年個反差比較大咯。其實全球都受到影響嘅。我覺得我對香港電影咧就非常有信心嘅，因為喺過去呢幾年咧，我就睇到咧年輕一代咧，包括台前幕後，其實好多人出到嚟。佢哋之間咧最特別一個地方咧，就係經常一齊合作嘅。佢比起我哋嗰代咧，有個特色就係佢哋基本嘅教育水平高咗嘅，所有嘅人喺技術上啊或者知識上啊，比我哋嗰代都係叻咗，同埋理性過以前啲前輩嘅。咁我覺得佢哋雖然面對到困境咧，但係我相信佢哋一齊團結去拍香港電影嘅話咧，我覺得美好嘅將來係會嚟緊嘅。冇錯，講到團結同埋合作咧，其實喺金像獎嘅盛宴咧都體會到嘅。知道咧今次金像獎嘅準備工作係有過千人一齊去參與，其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但係今日嚟到呢個盛宴，係咪覺得一切都值得啦？我都係今年先知道嘅。我哋叫秘書處去由10月開始，其實接觸由籌組呢個，包括消防啊或者等等部門啊，到最後搭景同埋現場所有嘅義工等等，係超過1100人做過呢個頒獎嘅籌劃嘅。今年有一樣嘢好特別嘅，我哋今年咧係突破咗呢個投票人嘅數目嘅，係總共有2025位可以投票。咁巧今年係2025年嚇，所以好特別啊！咁主席嗰度講啦，即係頭先話新一代即係點樣合作咧，都係一個令到大家可以繼續進步一個動力。不如同家樂同阿聰又傾下偈啊！嗱，阿聰咧就今年新入咗董事局，家樂我諗同阿聰喺其他範疇都合作過啦，一齊搞頒獎禮肯定係第一次啦。即係合作上面有冇啲咩同大家分享下？我覺得係好嘅，我哋成全啊嘛。咁阿聰又入得嚟又代表咗我哋又幾好啊！今年就出埋力添喎，喺台前嗰度係咪？一陣間睇戲表演啦。冇咁講，我自己就好開心，即係始終我喺咁多前輩面前，我都係好新啦。咁我覺得即係今年係一個學習嘅過程。我自己其實好感動，因為喺咁多位前輩喺籌備過程裏面，我學習咗好多。我哋金像獎其實要面對好多挑戰啦，有好多嘢要去處理啦，有好多嘢係令到我覺得即係喺咁多前輩身上學到我哋香港電影一啲精神喺度。咁我呢樣嘢好緊要啊！我要好好咁記住，即係有機會我又傳俾下一代。咁不過而家咧，我都係學生嚟嘅，我會繼續即係呢1-2年繼續學習先，一路就帶住落去。好啦，呢個時候咧，亦都咧會計師手上帶住咗啲嘢入嚟喎。係，我哋請我哋嘅大會會計師 Oreo 會計師事務所嘅吳浩謙會計師，將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賽果交到嚟我哋董事局手上啦。真係非常之緊張，究竟今晚會花落誰家呢？今晚將會揭曉19個獎項㗎，競績都係非常之激烈，大家都好期待啊！頭先呢個時候已經交到我哋主席嘅手上啦。好，影張相先。主席都講啊，今年係投票人數最多嘅一屆嚟嘅，所以相信呢競爭應該會係非常激烈啊！唔該晒。亦都唔該晒我哋董事局成員，相信你哋嚟緊呢，亦都會咧就非常之忙碌，但係都要趁住呢個機會影一張相留念先，好嘛？冇錯。唔該我哋嘅大會攝影師。唔該晒 ，thank you， 辛苦晒咁多位。多謝晒我哋咁多位董事局嘅成員、主席、20副主席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好 ，Shirley， 跟住落嚟，我哋有2位嘉賓已經喺紅地氈度預備好啦噃。冇錯，歡迎我哋普賢眼鏡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邱子傑先生以及夫人邱李茂琪博士，歡迎2位。咁佢哋都係我哋嘅合作老夥伴嚟㗎，都好多時候咧一齊會同我哋金像獎合作，歡迎2位。歡迎你哋啊！哇！
非常之靚啊，Dr. Lee 着得今晚非常之靚麗。嗱，其實今年咧金像獎好特別嘅就係復辦呢個久違嘅最佳衣着獎啦。喺呢度非常之感謝普怡眼鏡咧贊助我哋呢一個獎項㗎。多謝晒，多謝多謝。係兩位其實金像獎都係我諗其中你哋有一日咧會係特別盛裝出席嘅一個場面啦。會唔會有啲咩預期？今日見到啲嘉賓服飾上啊、眼鏡上啊，有啲咩潮流觸覺可以帶到俾我哋啲觀眾咧？咁我梗係希望啲嘉賓可以多啲戴眼鏡啦嚇，咁同埋眼鏡可以有好多配襯，令到你個形象可以好唔同。係啊，我相信今日啲嘉賓咁有份量，個個帶出嚟都會好靚嘅，我都非常期待。冇錯 ，thank you， 多謝晒兩位，繼續 Thank enjoy the party，thank you。 you。咦，我哋見到紅地毯嘅入口已經有一位非常之美麗嘅女士，佢就係我哋今年最佳衣着獎嘅評審黃丹妮小姐，歡迎。歡迎 Louis。咁啊，由 Louis 嚟做評審咧，我覺得就係非常之適合啦。冇錯，非常之美麗嘅服飾啊，今日。Hello Louis， 你好。今年咧即係復辦呢個最佳衣着獎咧，我諗對於尤其是女藝人會唔會係特別開心興奮？因為用咗咁多時間打扮自己，可以俾大家再留意啲、睇到多啲，其實應該係好興奮嘅喎。當然啦，咁同埋我覺得無論係各個崗位嘅有份參與嘅同事，我覺得大家都會更加努力去打扮。咁係能夠配合今次呢個盛事咧，我相信係更加好睇嘅。冇錯啦，作為我哋今次最佳衣着獎嘅唯一評審，感受係點咧？當然係非常榮幸啦，咁亦都係有咁樣嘅機會可以見到每一位打扮得咁靚，咁自己都有悉心打扮過嘅，去配合翻呢個評委嘅形象咁樣啦，咁希望大家都會玩得開心啦。但係咧，大家會玩得開心，但係我有少少，我都唔話戥你擔心，我知道你一定會好辛苦，點解咧？隻眼會好攰嚟緊呢個鐘，不停落實眼嚟去及實每一個人嘅衣着。冇錯冇錯，我相信好難揀㗎啦。我哋啲同事預備咗眼藥水俾你。係。咁我知道你嘅工作而家都正式開始啦。我哋逐個嘉賓慢慢掃射佢哋嘅衣着好唔好啊？好。唔該晒，Louis，我哋不如喺度影張靚相留念下先，好嘛？琴日主席都有講咧，紅地毯啊！首先一定要留意女明星嘅衣着先，因為真係用咗好多心思去打扮。男嘅咧，其實而家都我覺得越嚟越多咧唔同嘅打扮出現。你今日都入型入格嘅，強你。多謝啊！有冇機會都？你問下 Louis。我唔敢，因為我見到後面好多嘉賓都着得非常之靚。唔該晒 Louis。唔該晒 Louis，今日辛苦你啦 ，thank you。嗱，講到着衫靚咧，嚟緊出場呢兩位嘉賓，平時係夠膽講啊，型格十足嘅兩位嚟嘅。當然啦，歡迎就係嚟自我哋虎讀筆嘅團隊，就係我哋嘅最佳女主角提名譚先妍，仲有我哋最佳男配角提名嘅盧振業，歡迎兩位。平時你睇下。你睇下過嚟有風㗎，人哋女明星嗰啲衫特別咧，小野呢件衫幾佢都拖眉啊！第一次見到喇叭條入嚟要攞住自己個拖眉。當然啦，即係佢哋喺戲中嘅兩夫婦嚟㗎嘛，兩個都咁型，兩個咁靚啦。冇錯，首先要喺度恭喜阿譚獲得我哋電影評論學會嘅最佳女主角，恭喜晒你啊！多謝多謝。兩位近排超級忙，我成日喺 IG 見到呢兩三日，因為套戲《虎讀筆》啱啱上，呢幾日係可能10個8個鐘，日日不停去借票咁樣係嘛？係啊係啊，呢套戲你都有份喎，好似。你唔出現嘅點解？你好啊妹，你好啊妹夫。哥哥，你點解唔喺度啊？喂，唔係啊，因為咧，我知道咧，你喺呢段時候咧要去不停借票啊嘛。我精神上都有支持你哋，因為我又要為今日咧係諗一啲好精警嘅問題去問下你哋啊嘛。嗱，我真係要問阿譚，阿譚為咗呢套戲咧係爭咗20幾磅。係。其實當初有冇驚咧搞唔翻晒嘅咧？都有驚過嘅喺之後，因為
之前咧就冇乜點驚過嘅，咁因為反正都係要做嘅事。咁但係我以為自己會好快跌翻落去啦，咁結果都好似成年先至跌得翻晒落去。但係好彩我塊面本身係比較瘦啲，咁所以呃到下人。其實見到今日阿譚嘅狀態，知道冇嘢好擔心啦，係非常之 fit。但係都想問下阿譚，即係咧入行10年啦，而家今年入圍我哋影后啊，你覺得呢一段時間表對你嚟講，你係行得快定係行得慢呢？對自己評價？對我嚟講已經行得好快，係因為我係從來都冇諗過自己有咁嘅機會嘅，咁所以我係突然之間好似俾人哋抽公仔機咁樣咧，一喺個公仔抽咗出嚟掟咗佢，咦咁就又有一個咁嘅機會嘅感覺咯，咁所以係完全冇諗到。講到機會咧，少嘢啊！近5屆分別3次提名咗最佳男配角啦，同埋男主角，表現就備受肯定㗎啦。我睇咗你嘅訪問，你都話其實而家一定唔可以用新人嚟稱自己㗎啦。我咁講，你哋都算係香港電影嘅中生代啦。而家其實去到而家呢個叫中生代嘅身份，你覺得譬如喺演出啊、各樣啊、責任上會同過往諗法上會有啲唔同？我諗個諗法主要係知道好難得啊，所以更加要每次都把握得好，即係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就係，我新嚟嘅咋，即係可能都有啲稜角啊，或者有啲唔係好有信心嘅時候。但我諗而家要開始俾自己知道，真係要有多啲信心，真係要知道你每一次都要把握得好，同時間都要維持到一個新人嘅心喎，咁先可以 fresh 喎。講到信心，我對兩位非常有信心，我亦都對苦讀筆好有信心。希望大家記住入場支持苦讀筆啦。係冇錯。咁喺呢個時候，俾我哋影翻一張相落嚟。係好。咁啊，相信過完今晚嘅頒獎禮，佢兩個嚟緊嘅日子又係繼續咧就好努力咁去借票啦。想大家喺戲院裏面見到兩位都可以入場睇戲。係唔好錯過一套好嘅電影。